大家好，我是徐乃麟。自5月中旬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，所有的医护人员们都暴露在最危险的工作环境中。在今天，制作防护面罩的好友锦华印刷有限公司与我共同捐赠1000个防护面罩给新北市的重点医院、卫福部、台北医院，让所有的医护人员们都有更安全的保护措施，而且让我们全民都做这些医护人员们强而有力的后盾，让我们大家一起度过疫情的难关，加油！志玲姐姐的免疫力阿卡小教室。充足的睡眠，至少7到8小时，摄取均衡营养的饮食，包括优质蛋白质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每天泡个热水澡，拉高你的体温，至少要差不多41到42度最好哟。不要忘记晒太阳，或是补充维他命 D。提醒大家，在这段时间里，我们一定要加强我们的免疫力，才是抵抗病毒的王道。我们谨慎防疫，温暖待人。Hello， 我是志玲姐姐，再做一个防疫的小提醒。我想大家都有很基本的观念了，那个就是一定要勤洗手、戴口罩，还有漱口漱口。洗手记得吗？内外夹攻大力碗。还有，现在有一些朋友都会戴一些比较漂亮的口罩，我会建议你在里面还是要戴一个医疗口罩，才能够真正的预防病毒哦。最后一定要记得，在这段期间，请避免去密闭的空间，避免去人多聚集的空间，还有避免长时间的与人接触。照顾好自己，就是照顾好家人。谨慎防疫，我们不恐慌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基拉，希望大家支持阿尼阿姨、志玲姐姐慈善年历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志玲姐姐。2021年慈善年历预购开始喽！首先要谢谢所有的朋友们对我们基金会的关心以及照顾，这12年来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那今年的主题呢是纯粹幸福，幸福纯粹。我觉得今年我们大家共同经历过了许多的事情，那相信我们都一同学习，更加的勇敢，更加珍惜生命。所以希望我们也可以找到生活中简单幸福的快乐，让我们一起好吗？大家好，我是阿基拉，希望大家支持阿尼阿姨、志玲姐姐慈善年历，也希望2021年大家平安健康，